你在这里见到苏姑娘，就没有什么想说的？尽管提议，或许朕能答应你。要搁以前，或许我对她还有那么一丁点想法，可是现在我是一点想法都没有了。你就没有心中不悦，或是对朕有什么意见？皇上，您放心，有一个让您称心满意的人在身边照应着，我高兴都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有意见呢？好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你就先退下吧。哦。臣妾告退。娘娘，您来晚了，姜氏啊，现在去口吐白沫了。干得漂亮！刚才我在齐胜那儿装了半天孙子，受够了窝囊气，你总算是替我出了这口恶气了。但是娘娘，您以前不是跟姜氏挺亲热的吗？我以前对她那叫怜香惜玉，现在我可不想忍了。启禀皇上，云溪来的捷报，杨将军云溪出战告捷。太好了！这段时间没少往齐胜那边送汤汤水水，可都没见到有什么效果呢，更别提来我这儿看看我。现在云溪也算是出战告捷了，料他也没那么忙了。一定是姜氏从中作梗，他才会对我不管不问。哼，娘娘，等奴婢得空了，就带几个宫女去好好教训教训他。他再受宠也不过是个宫女，奴婢一根手指头就能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。绿篱，不行，打狗也要看主人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绝对不能得罪齐胜。皇上能来看哀家，哀家还是满心欢喜的。可是皇上从坐到这儿就愁眉不展，云溪不是告捷了吗？孙儿并非因为政务之事心烦，孙儿只是渐渐觉得，与皇后之间越来越冷淡，越来越疏远。即便她不再与朕顶撞，可朕依旧觉得心有不安。皇上是不是多虑了？哀家听说，鹏鹏这是学会容忍了。他不需要容忍，他只要做好他自己就好。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朕看得出并非真心实意。圣儿是怎么看出来的？祖母，孙儿虽然对感情愚钝，可总归还是知道，一个女人在看到她情感上的竞争者时，会产生嫉妒。可皇后在看到姜氏之后，却十分大度。你把江映月接到了宫里，可是这个做法不够极端。只要你做得够极端，任何女人都会产生妒忌。只要她产生妒忌，她就拉近了和你的距离。不知皇祖母有何妙计？不如皇上趁着这次云溪大捷，让宫里也好好热闹热闹。哀家负责来搞一场不一样的大戏，到时候你只需要听哀家的。娘娘，你有没有觉得那个人感觉怪怪的？那个人是你的未婚夫。这不是那个狐狸精吗？哎呀，这下皇后娘娘可没面子了。就是啊，皇上怎么把她给带来了？娘娘，她怎么来了？以前皇上金屋藏娇，大家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现在他明目张胆地把人带出来了，就不能再愉快地玩耍了？今日我想和大家郑重介绍，这是苏小柔，希望大家以后要对她多多关照。以前知道姑娘姓苏，不知道名字叫小柔。小柔给太皇太后请安，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，大家都散了吧。今日的目的也达到了。让你扭脖子，让你扭脖子，扭脖子，扭脖子，让你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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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绿篱，你脖子没折呀？你这两天不来看我也就罢了，怎么还怕我脖子折呀？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，你一见到他就心软腿软，浑身发软。别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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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哭！你一定是对他余情未了，你
哎，娘娘，您来的正好，快帮我劝劝丽丽，她怎么一哭就收不住啊？呀，长本事了你！行了，宝贝儿，不哭了啊。啊？怎么能说停就停啊？你呀，就是他的死穴。他有时候啊，对你爱答不理的，偶尔也会嫌弃你。可他自从嫁给了你之后，他的心啊，不由自主地偏向了你。你们俩的缘分啊，也从此解不开了。哎，娘娘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不是那种薄情寡义的人。丽丽这姑娘刚开始哭哭啼啼的，也挺讨厌，后来觉得她哭哭啼啼的，有时候的样子也挺惹人怜的。那你为什么一见姜氏就扭脖子呀？哎呀，我对姜氏已经没有半点旧情了。我当时实在是不想再多看他们一眼，所以才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。这次来呢，我是要提醒一下娘娘，毕竟我和娘娘是在同一个阵营的，不能眼看着娘娘吃亏啊。这次皇上把姜氏带到了众人面前，娘娘您可千万不能乱了阵脚，记住我的话，2条腿走路。我会把握分寸，只是齐胜这次让姜氏正式跟大家见面了，也就等于挑明了有一天会让姜氏取代了我。哎，娘娘，这里面的事情我最清楚了。皇上他自幼丧母，缺乏关爱，面对姜氏这样的女人，哎，他是没有抵抗力的。再说了，他们在一起，完全就是习惯了对方，并不见得就是爱情。可是我也往皇上那儿送了不少粥啊。哎，我跟他说话的时候都是尽量细声细语的，也没什么效果呀。怎么没效果啊？皇上是故意在气你啊！他气我干嘛呀？故意气你是因为喜欢你、爱你啊！你这个女人怎么连这点都看不出来啊？他喜欢我？这么大反应干嘛？喜欢你啊！哎呦，哼！哎，他喜欢我不是不可以哈。要是能利用好这一点，促成了我们的大事儿，那就更好了。这就对了。就算事儿不成啊，我在他心里也能留个好印象。他念着我的好，也许还能保我一条小命。这才是你说的2条腿走路啊！2条腿走路。对了，宝贝儿，皇上有几日没来咱们兴盛宫了？已经足足5日了，娘娘。我还在想，您心怎么这么宽呀？这几天您该吃吃，该睡睡的。要是换做我，绿篱可做不到。我能跟你这个小丫头片子一样吗？我这叫放长线钓大鱼。我这线啊放了这么长时间，是时候该收收了。娘娘，那您打算如何收线啊？咱们好久没给皇上送汤了，走，给皇上送汤去。好，等一下，用点这个，这是西域进贡的香粉，又名摄魂香，您今天晚上肯定用得到。丽丽，我用不上这个，咱们走。皇上好辛苦啊，我给你端来了你最爱吃的榴莲汤。小柔，你下去吧，我和皇上有话要说。皇后娘娘，皇上命奴婢专心研墨，不可懈怠。不就是研墨吗？难道离了一头驴，就转不动墨了？奴婢的意思是，毕竟是奴婢早晚在皇上身边伺候着，更加明白皇上的需要。所以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一把屎一把尿的照顾皇上。你下去吧。皇后把朕的婢女都轰走了，皇后真的能伺候朕吗？那有什么？我虽没干过保姆，但我总知道保姆怎么做家务吧。那好，今晚就劳烦皇后来伺候朕。来，这是何物？是啊，这是何物？速速扔了吧。那天，朕把小柔带去，回头想想，也是朕考虑前途。如若伤及了皇后的颜面，也请皇后不要放在心上。
皇上喜欢哪家的姑娘，是皇上的自由，我无权干涉。皇上您开心就好。哦，是吗？皇后就不会有那么一些些醋意吗？